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真出名的海底捞火锅店，嘛用到有含苏丹红的辣椒粉。海底捞的辣椒粉是甲一间叫做金盏的贸易公司所买的。海底捞是强调讲，双方并无直接合作的关系。目前所查到的，为中国进口含苏丹红辣椒粉的业者增加到4间，会用的厂商嘛一一查出来。外界认为，这件涉案的风暴还阁咧扩大。也毋过，卫福部长许瑞元是讲，这是当咧抓市场当中的老狗，并毋是事件来扩大。一箱一箱的调味料全部扣卫生局人员打封条。知名火锅品牌海底捞扣桃园市卫生局调查出，迄项调味料用到苏丹红的番椒粉，佮出货到16间分店，业者遂回收145公斤，嘛退734公斤的货。因的调味料内底番椒粉来自金盏国际贸易公司，海底捞嘛强调双方无直接的合作关系。礼拜一上班日，伫咧高雄的金盏国际贸易公司，铁门拖落来，敢若无伫咧做，小数含地方卫生局继续追查，除了拄开始的保险公司，所尾搁伫咧金盏国际贸易、嘉港国际贸易、有海巡国际食品3间公司，列了10批有苏丹红的番椒粉，全部拢是为中国进口。从1月底开始，包括虾米线、肉干、菜脯片，各真侪调味料，规件苏丹红是按风波继续分化。卫福部长许瑞元是解释，这是伫咧抓老狗的，就扣伫会面。3月1号才宣布说，一验到有问题就全面禁止输入。你才采取了这么强力的措施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个事件、这个风暴从去年5月，坦白讲就已经开始了。所谓的高风险，要到什么程度才叫高风险？工业原料添加到食品的部分的话，往后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来考虑对于这一类就统统把它列入高风险。伫咧这阵内底，地委嘛提出，小数边境检人力无够，去年敢若增加1个人，根本就无够用。因为如果有公务人员的话，现在也不一定聘得到。如果可以先增加个10个，也有帮忙。努力。苏丹红食安问题，将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中央地方继续追查路向，敢若希望食安风波唔通搁再分化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